位朋友，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喺全球訪問率最高嘅水平 Google 首頁自然係有顯示出嚟。喺呢個視頻，我哋教大家點樣用零成本發展呢個問題。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嘅海量數據。所謂海量 ，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前，我哋要3天分平均優先可以將佢睇晒。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域名增加70萬，網站增加570萬，郵件服務會發出2億封郵件。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讓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為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我哋今日測試一啲關鍵詞，呢啲關鍵詞都係我哋做嘅好多啲設計。全球首名排位嘅係我哋其中一個關鍵詞，高級嘅設計。Google 係呢個產品嘅，我哋再翻去 video 嘅喺27萬嘅數據裏邊，9月10個字自然排位，我哋發現咗8，我哋翻多6個情況都係一樣。第3頁我哋發現咗，第4頁我哋發現咗，第5頁我哋發現喺呢度説明喺呢個行業嘅朋友或者要進入呢個行業嘅朋友，佢哋大部分睇緊嘅事都係由我哋提供嘅，大大令我哋喺呢個行業嘅知名度增加咗，個權力加強，令到我哋喺全首頁喺嚟緊嘅5月20號，我哋喺香港公舉辦一場中小企如何面向市場，由零成本到全球收市場推廣，創新出發。時間係限咗3小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大家不妨揸緊時間點擊呢個連結，下個報名表報名參加。大家亦可以向我哋諮詢。我哋係香港唯一一間教大家用零